您是否曾经注意到，您的双腿正在慢慢失去力量？这不是因为生病，而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某天早晨，您从床上起来时，感觉膝盖有些颤抖，几个月后，爬几阶楼梯就让您气喘吁吁，不知不觉中。即使是以前轻松愉快的短途散步，现在也会让您的双腿酸痛。庞福刚完成了一场运动训练。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骗老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您所感受到的是您的肌肉，尤其是腿部肌肉，正在悄悄地变弱。科学家称之为肌少症，也就是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它悄无声息地发生，却影响着一切您的平衡感、耐力、独立性，甚至是运动时的简单快乐。好消息是，您可以逆转它。无论您是60岁还是90岁，人体仍然有能力在获得适当营养时重建力量。在这段旅程中，食物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燃料，更是您的身体用来重建每一条肌肉、纤维、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让您站立的稳健有力的动作的原材料。今天我将分享6种简单的食物。科学已经证明，它们可以帮助您的双腿保持强壮、灵活和充满活力。无论您的年龄有多大，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更了解一下您。您正在从哪里看这个影片？您目前处于健康旅程的哪个阶段？看到我们的银发营养社群从世界各地连结在一起，真的很令人鼓舞。每一个故事都提醒着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分享、学习和共同成长。如果您想知道我该从哪里开始，有时候答案出奇的简单，从地瓜开始。在日本冲绳，世界上最长寿人群的故乡，地瓜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每天都吃地瓜，即使到了90多岁，他们仍然在散步、园艺，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有效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能力，肌肉更快疲劳，恢复速度偏慢。即使您保持活动，双腿也开始感到虚弱。这时候，地瓜可以帮助重新启动您的内在能量系统。与精制糖或白面包不同，它们会使您的血糖急剧上升，然后骤降。地瓜提供的是复合碳水化合物，一种稳定、缓慢释放的能量来源。它们有助于维持全天的耐力和灵活性，而不是那种快速高峰后突然崩溃的感觉。它们鲜艳的橙色果肉富含维生素 A、钾和贝塔、胡萝卜素这3种营养素，对于重建肌肉纤维、维持正常收缩和减少发炎至关重要。维生素 A 帮助您的肌肉在活动后恢复，钾使肌肉组织保持水分，防止抽筋。贝塔、胡萝卜素就像细胞盾牌，保护您的肌肉免受慢性发炎的侵害。这是随着时间推移导致虚弱的隐藏原因之一。此外，地瓜中的天然纤维支持消化和营养吸收，确保您的肌肉获得稳定的燃料供应，以便顺畅移动。简单自然的甜味易于维持。您可以每周享用地瓜2到4次，烤或煮都可以。淋上一点橄榄油和少许海盐，每一份都是朝向更强壮、更稳健的双腿迈出的小而有意义的一步。今天、明天以及未来的岁月，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能进一步增强耐力的能量来源，让我向您介绍这个每天早晨在幕后默默工作的耐力建造者。如果您的双腿经常在早晨感到疲倦，或者爬几阶楼梯就感觉沉重，您的肌肉可能缺少稳定的长效能量来源，而燕麦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人认为燕麦只是一种简单的早餐，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他们是耐力的无声建造者。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失去了一些保持血糖和能量水平稳定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疲劳、气短和恢复缓慢变得更加常见。燕麦含有缓慢释放的碳水化合物，为您的肌肉提供数小时的稳定能量，供应与含糖食物带来的能量飙升和崩溃不同。您获得的是一种平稳稳定的力量流动，帮助您整天轻松移动。它们还提供植物性蛋白质，这是您的身体修复和维持肌肉纤维所需的原材料，让您的双腿更强壮，反应更快，平衡更稳定。燕麦中的2种宝贵矿物质是铁和镁，铁将氧气输送到您的肌肉，这是维持力量的必要元素。镁帮助您的肌肉放松，防止抽筋和僵硬。特别是如果您经常在夜间醒来时小腿紧绷，而且这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的事情。燕麦还支持血液循环，帮助您的血管保持弹性，让氧气和营养物质更快到达您的肌肉。这意味着每次活动后恢复得更好。早晨一碗温暖的燕麦粥，或者用燕麦和水果混合的奶昔，可以是开始新一天的温和而有力的方式。因为有时候耐力不是来自复杂的例行程序，而是来自您每天早晨滋养自己的小事。但仅有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灵活性，在每一步中自由优雅地移动的能力。您是否曾经注意到，做了一会儿后，您的双腿感觉有点僵硬，或者每天早晨需要多几秒钟才能舒适地行走？这通常是您的肌肉和关节悄悄地在呼救，这是低度发炎的迹象，一种可以通过正确的营养来缓解的自然过程。而最好的食物之一就是酪梨。酪梨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食物，它们是银发族的真正超级食物。这种柔软奶油般的水果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好的脂肪有助于减少发炎，保护肌肉、组织病，保持关节灵活。当发炎得到控制时，您会感觉更轻盈，您的动作变得更流畅，每一步都感觉更自信。酪梨还富含钾，这是一种关键矿物质，帮助肌肉正确收缩和放松。仅一颗小酪梨所含的钾就比一根香蕉多，有助于防止夜间腿部抽筋、突然紧绷和不舒服的小腿紧张。如果您经常醒来时腿部酸痛或抽筋，有时原因就是这么简，单钾摄取不足。酪梨还提供维生素 E， 这是一个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修复小的肌肉、撕裂并减少活动后的酸痛，而且里面的健康、脂肪改善、血液循环，帮助氧气和营养物质更有效地输送到您的肌肉，这是力量和耐力的基础。您可以用许多方式享用酪梨，涂在全麦吐司上，与坚果奶混合成奶昔，或者与鲑鱼一起拌成沙拉。关键不在于花哨的食谱，而在于持之以恒，每周几次，
随着时间推移，您会开始注意到您的动作感觉更流畅，抽筋消失了，您的双腿恢复了曾经拥有的轻松灵活性。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组小而色彩缤纷的水果，它们就像是保护您肌肉免于老化的防护盾。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但失去力量却不是您必须接受的。每一天，我们的肌肉都面临着我所称的隐形敌人——自由基、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它们慢慢削弱，保持我们强壮的纤维。这就是为什么像蓝莓、草莓和覆盆莓这样的莓果如此特别。它们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是大自然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超级食物之一。这些小小的浆果富含花青素强大的化合物，能中和自由基，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损伤，并保持关节灵活。研究显示，经常食用莓果的银发族，肌肉力量下降较慢，发炎水平较低，关节活动性更好。这不是因为魔法，而是因为莓果滋养您的细胞，减缓老化过程，帮助您的身体从内部保持年轻。莓果还含有维生素 C， 这对胶原蛋白的生成至关重要。胶原蛋白是保持肌腱、韧带和关节强、韧和弹性的蛋白质。如果您的膝盖在移动时发出声音，或者您的腿在长时肩坐着后感觉僵硬，这些可能是胶原蛋白正在分解的微妙信号。每天吃一把莓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自然地重建这些支撑结构，作为美好的额外好处。保护您肌肉的同样抗氧化剂也能促进大脑健康，有助于改善记忆力、专注力和心智清晰度。因为保持敏锐和保持强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饮食中添加莓果，很容易早晨的燕麦粥中加一小把，混合在优格中，或搅拌成奶昔。它们的天然甜味让健康饮食感觉充满乐趣，每一口都成为一种小小的自我照顾行为，一种每天给您的身体多一点青春的方式。请记住，力量不仅仅在于您的肌肉，它是通过您长期培养的小小爱护习惯建立起来的。现在，让我们探索从内到外重建力量的食物。您的双腿所依赖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来源。每次您站起来、行走或爬楼梯时，您的双腿都在悄悄地承载住您整个身体的重量。它们日复一日的不知疲倦的工作，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重建肌肉的自然能力会减慢。这就是为什么许多60岁以后的人开始感到双腿偏弱，即使他们仍然努力保持活跃，而这正是鲑鱼成为您身体最伟大盟友的时候。鲑鱼富含优质蛋白质，可以修复和维持随着时间自然磨损的肌肉纤维，但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健康脂肪 Omega-3 脂肪酸 Omega-3 能减少发炎，改善血液流动，保护您的关节免受僵硬、疼痛和肿胀的影响。慢性发炎是肌肉随年龄偏弱的隐藏原因之一，而 Omega-3 有助于自然的平息这个过程，结果是您的肌肉移动更自如，关节保持灵活，整个循环系统运作更顺畅。鲑鱼也是 B 群维生素的极佳来源，特别是维生素 B12，它支持能量
新陈代谢、耐力和心智清晰度缺乏 B12，这在银发族中相当常见，可能导致疲劳、肌肉无力和恢复缓慢。研究显示，每周吃鲑鱼2到3次，可以帮助银发族增加肌肉量并改善平衡。您可以烤它、蒸它，甚至享用罐装鲑鱼配上橄榄油，合及一点新鲜柠檬汁，每一口都不仅仅是营养，而是帮助您的身体从内部重建力量的拼图的一部分。把它想象成对您的行动能力和独立性的长期投资，因为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更努力的推动自己，而是来自明智且持续的滋养您的身体每一天。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些简单但必不可少的东西，一种为力量和活力提供完整营养的小小日常食物。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确实构成了力量的基础，而一颗小小的鸡蛋就是完美的例子。许多营养专家称鸡蛋为大自然的完美食物，因为每一颗鸡蛋都包含您的肌肉和骨骼保持强壮所需的几乎所有营养素。对于6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当身体的自然肌肉重建速度减慢时，鸡蛋成为最简单、最有效且最实惠的恢复来源之一。1颗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含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这些是您的身体每天用来重建和修复肌肉组织的基础原料。每天早晨只需1到2颗鸡蛋，就可以帮助自然地重新启动这个过程。鸡蛋也是少数天然维生素 D 来源之一。它支持骨骼健康和协调能力。维生素 D 缺乏症在银发族中非常常见，可能导致疲劳、虚弱，甚至平衡问题。每天吃1颗鸡蛋是提高维生素 D 摄取的简单自然方式，特别是在您没有获得太多阳光的日子里。在蛋黄中，您还会发现胆碱。这是一种加强神经和肌肉之间连结的营养素，帮助您以更精确和自信的方式移动。蛋黄含有 B 群、维生素和抗氧化剂，可以保护肌肉细胞，维持能量水平，并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肌肉功能下降。无论您喜欢水煮、炒蛋还是配蔬菜，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而不是完美。因为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一餐饭，而是来自您每天重复的小而聪明的选择。把您的早晨鸡蛋想象成每天的更新，仪式简单、滋养，并且足够强大，可以帮助您在未来岁月保持双腿强壮。现在您已经认识了保持双腿健康的6位营养朋友，让我们看看如何以最聪明、最实用的方式结合它们。此时，您可能想知道，我需要每天都吃这6种食物吗？答案是不需要。您的身体不需要完美，它需要的是持之以恒。您可以在1周内轮流食用它们。也许今天从地瓜开始，明天加入燕麦和莓果，周末享用酪梨或鲑鱼。只要每种食物每周出现几次，您就已经为身体提供了保持强壮所需的建材。我经常听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天中什么时候吃这些食物最好？早晨和中午是绝佳的时间，那是您的肌肉需要能量来保持活跃的时候。但如果您更喜欢晚餐时吃它们，那也完全没问题。关键不在于您什么时候吃它们，而在于您定期食用。你也可以将其中一些食物组合在一起，以获得更大的好处。例如，
燕麦配莓果，或鲑鱼配老梨。当某些营养素一起食用时，它们会增强彼此的吸收，这是科学家称之为食物协同作用的现象。这是另一个常见问题。如果我不运动怎么办？这些食物还能帮助我吗？可以。但如果您每天稍微活动一下身体，效果会更好。即使是几分钟的散步、伸展或腿部旋转，也可以启动您喂给肌肉的营养素，帮助您在几周内感受到明显的改善。请记住，营养是燃料，运动是点火。当两者协同工作时，您的身体确切地知道如何从内到外治愈温和但有力地。我们刚刚探索了6种强大的食物，可以帮助您的双腿在岁月中保持强壮、灵活和稳定。地瓜提供持久的能量和肌肉恢复，燕麦提供每一天的稳定耐力，酪梨平息发炎，改善灵活性并减少抽筋，莓果保护您的肌肉和关节免于老化，鲑鱼从内部重建力量。最后是鸡蛋，一个完整均衡的营养来源，让您自信地开始每一天。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御系统，一种对抗肌肉流失、腿部虚弱和平衡不佳的方式。这里没有魔法秘诀，只有每天重复的小而稳定的选择，将每一餐都变成对您力量和独立性的投资。如果最近您发现自己爬楼梯时更容易疲倦，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需要扶着什么东西，不要把它看作是虚弱的迹象，把它看作是您的身体温柔地提醒您，是时候给它多一点照顾了。从小处着手，早晨吃一个地瓜、一颗鸡蛋，或一杯简单的燕麦和莓果奶昔，几周后，您可能会经牙地发现，您走得更快，站得更久。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身体更有信心。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这一段讯息激励了您，请给他一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您本周将从哪种食物开始，在评论中写下它的名字，并在旁边加上开始这个词，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鼓励，一次一小步，保持强壮，保持运动，并永远记住，您今天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朝向自由、健康、既简单生活乐趣的一步。